放送出去。今仔日对1639年9月初读起吼，有2只胖船航回西南沿海，一只前往福州载15个人，载罗亭；一只前往厦门载19个人，载咸鱼。三队是有1只胖船对芒港载石河来遮。Vandenberg 阁下今仔日调一本馆议会开会，商讨是毋是应该赠送雷姆予都督一官，借伊得到伊的好感，因为伊真有权势。希望因为安尼将来伊会指示西南生意人来载比较早、搁较好、搁较精致吼，搁较优的好物来咱遮吼。即个项代志，大家认为讲爱搁小延前一寡时间吼，爱长官阁下先写批去互生意人含慢食酒含食心。问因迄边的情形如何？过来9月初2，无重要的事，只有商务员 Caesar 吼，凯撒啦吼 ，Caesar 对平湖转来吼，报告讲大船班达号也是无消息。9月初5。无代志吼，也无胖船或者是船只出入。9月6号，快艇 Clean Brandon 号转来咯。迄只船是伫顶个月22号航往西南沿海去找找即个大船班达号吼。该快艇的主管报告讲无看见班达号，因此显然。因为迄当阵有雾吼，大雾啦，已经驶过大湾啊，驶过台湾啊吼，航往日本去啊吼。愿上帝互咱所听候最近会对日本前来的船只吼，来甲咱讲这项代志，甲咱讲迄只班达号走对日本去。9月初7，为着要尽量去探查西班牙人伫咧佛罗摩萨岛上的情形，派船长 Martin Garrix de Vries 今仔日坐一只胖船，并且载一只弯砍船出航前往西班牙人已经离开的淡水，并且要前往因还阁哩大的即个归人吼。就是西班牙人离开淡水去刷去归人啊吼，去遐尽可能来尽有法度的方法啦吼，来探查西班牙人伫遐的情形吼的状况吼，以便转来取地时会当提出详细报告。牧师 Jonas Shortenius 吼。若是伊的同道，连长官万德伯阁下也对伊已经部落的私生活规劝过几若遍。就是即个牧师啦吼，毋若是干那伊的共道的啦，伊的同事，连长官万德伯阁下嘛已经甲苦劝几若遍了吼。伊违背伊的承诺。游员一点嘛无改善伊的行为，而且被发现变本加厉吼，行为恶劣，造成即个地方真大恶名，也互伊家己变成不配担任即个工课的人。因此呢，今仔日终止伊的工课，停发薪水甲粮食。一直到伊的行为改善到互人满意为止吼。牧师真诶失败
9月13连续跳5天吼，6天啦吼，无重要的事。伫即个期间嘛无有价值的旁船出入，只敢若有派快艇 Clint Brandon 号出航去载回失事的大船 Amelia 号所存落抢救起来的货物。9月14，对南方接报，看见伫个高山甲金狮岛之间，距离该海岸约半海里的所在，停泊着一只篷船。但愿迄只船是库库巴克阁下所坐来的快艇历史号。9月15，库库巴克阁下所坐的快艇历史号来到港外，伊是对巴达维亚经过东京要来取缔视察取缔公司的状况。因此呢，要暗暝的时阵，长官 Vanderbilt 阁下派几个议员代表代表伊阁下代表即个 Vanderbilt 啦航往该船，以 Vanderbilt 阁下的名义啦去接待欢迎迪赛阁下。迪赛就即个库库巴克。9月16，迪赛阁下以及去迎旨伊的代表议员来登陆起山，受到长官阁下和其他朋友的欢迎，发炮鸣枪，恭敬欢迎。上述迪赛阁下今仔日前来议会呢，提出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互伊视察福尔摩沙的公司职员的授权书和指令因为即个权威，长官阁下和议会接受伊做特赛，并且恭贺伊、欢迎伊。上述的快艇历史号维稳，再来试上迄个毛毯含一寡其他的细项物件，以及4箱现款，有4万的即个文角啊亲像讲即个 Richard Dex 袂晓念即个文角啊，即寡由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所送来现款，来甲拄啊好，因为此地当你欠缺即个现款，即个特赛阁下讲，快艇 Water Luxembourg 号伫东京号附近，和快艇历史号分开。对迄当阵以后，一直拢无看到迄只船篷船 Middle Birch 号已经准备好会当出航，因此今仔日决定要尽量较紧出航去芒港再招号。9月17。无特别的事。9月18，快艇 Water Luxembourg 号对东京来到遮咯。快艇 Middle Birch 号出航要去芒港再招号。9月19，无重要的事。9月20，本个月7号坐篷船出航前往淡水，和家人要去探查西班牙人前访的迄个船长 Martin Gerrits de Vries， 今仔日转来港内报告讲，当因去到芒港以北的一个港湾，你要讲是淡水湾的附近的时阵，透起强烈的北风，所伫呢需要往南行啦以求保命就是较袂出危险但是呢，却驶过台湾，飘到放索瓦附近放索瓦伫个南边遐屏东南边遐，所以讲驶过台湾来到即个南边遮，屏东遮，叫做放索瓦篷船冲到岸顶
后来又搁浮起来，所以决定无所收获来转来台湾吼，就是无任何收获啦吼，无得到啥物物件就转来台湾啦，无要去查看迄个西班牙情形，结果啥物都无吼，咱来驶对人边去吼。9月2日，快艇 Walter Lusenwolf 号出航，要去芒港载石号。公司的旁船 Middleburg 号对芒港载石号转来。今仔日快艇 Clint Brandon 号对失事的大船 Amelia 号遐载回一寡抢救出来货物。9月2日，啉遮水。今仔日议会决议，9月2日，今仔日议会决议，因为迄寡石好含庄仔的时仔供应商吼，真需要现款，而公司嘛真需要因来供应材料吼，建材啦吼，因此呢决定随用现款来付清互因吼，因为阮现在出伫。因为即个库库巴格国下吼所做来快艇历史号所砸来即4万的迄银角啊现款吼，已经无问题吼。议会嘛决议讲快艇历史号因为空船停伫遐无代志做，所以决定明仔载要派往要甲这船派去芒港去载石号啦吼。即寡石号是建造沙坡顶迄座碉堡吼。所需要的吼，就是以后叫做乌特勒兹碉堡吼。我查一下乌特勒兹碉堡是伫倒位？台南什么所在？伫即卖叫做汤匙啊山啦，汤匙山台南市安平旧自老西南边的一座小山仑吼，因为形像即个倒匙啊汤匙啊倒壳吼，叫做汤匙啊山吼，又搁叫做山顶或者是鬼仔山吼。山顶有荷兰人所起的即个乌特勒兹的碉堡吼，查一个啊，看一下地图一下。地图，电脑就慢。汤匙山。地图朝到台南遮，来测一下台南。汤匙山。
即嘛是安平区第一公墓吼，因为一个轮嘛，一个轮，所以就做公墓啊吼。伊北边就是大江国家公园吼，一寡，即嘛应该是做鱼温吧，我记得应该是鱼温吼，地图看起来是鱼温。真怀念，较早即甲位啊的迄基地台天线，我有去看过吼，徛伫厝尾顶啊，看起鱼温规片。我看一个啊，卫星图吼，或者是地形图，我要看会出一个轮未？看袂出来。伊迄附近有啥物安平油气码头这只啦吼，安平老龟遮。哦，你若对遐有熟诶，知我咧讲倒位啊吼。好，咱转来历史遮吼。讲在即寡迄只空船，迄只历史号空船停伫遐无代志做吼，看了足袂惯势就对啦。就是所以派去载石河吼，去网港遐载石河来，要来起即个乌特勒斯碉堡。9月23，哟，咱9月要结束啊呢。快艇历史号出航前往网港，要去遐载货，此地所需要石河，以免空船停伫遐无代志做吼。看了就袂爽就对了。9月24，特赛国下前往北线尾去视察海堡吼。今仔日无其他诶事，有东北风。伫北线尾遐有一个碉堡啦，叫海堡吼 ，Zeebrugge。9月25，Middleburg 号出航去网港载石河。9月26。张瓜湾的国下和特塞古古巴克国下，以及特劳纽斯先生和客查官 Simon van Alphen 先生，同齐坐一只新仔人的篷船出航去打狗视察迄边的情形。9月27，有一只篷船对打狗载石河前来，载12个人，无其他的事。9月28。张瓜湾的国下和特塞库库巴克国下以及其他朋友去视察打狗的情形以后，9月28一天较长日数啦吼，去视察打狗的情形了后，就坐新仔人的篷船转来到此地入港，发现打狗的弯角伫个北纬22度，应该是约22度37分吼。伫迄个石头山的西边海边吼，该山的东边较白塔，但是而且逐落架。伫咧打狗和高山中间，高山拄则读着高山，就是旗顶北边的旗后山吼。伫咧高山的北边，伫咧打狗和高山中间有一条挖开的水道吼。水道两边拢有真侪礁石，伫咧水道的北边有一个礁石，算通出水面啦吼。互深度是4，即个巡礼久无读煞袂起诶，歹势吼。
查一下啦，还是会记诶人甲我讲者，我真正袂记啊。是咸哟。找这汉应该找无啦。SIAMM 对好啥？无即个音。因为毋是琴啦吼，我后来改念一个音，但是我煞袂记，太久无读。那直接找迄个寻找，迄个寻里看有啥物音通读。找琴、吟、琴，但是拢毋是，我记诶是一个敢若是叫做咸诶款。好啦，让过啦吼。好，讲即个。打狗含高山中间迄个划开水道顶，水道两边叫做礁礁嘛吼。水道北边有一个礁礁，通出水面吼，深度差不多4旬半含4旬甲3又1/2旬吼，安尼迄个水道搁较划开1/3，因此看度无超过15个 radon 吼，毋知啥物单位。伫遐又搁有真错流诶水流吼，所以大诶快艇和大船拢袂当航行啦吼。因此呢，船只要入港诶时阵，必须伫礁礁迄遐长设吼，爱回转，较袂去靠浅吼。伫个即个浅滩吼，伫个位置是伫个该河道内面，东南甲东南风吼，伫即个包围起来即个海湾里，敢若会当停泊2-3只50到60拉斯的快艇，而且还搁伫个好天的时阵才会当入去，因为西风会互船只靠浅，所以即个迄当阵打狗港条件无讲介好吼。看起来，啊无为虾米一开始会伫台湾遮？好，当然伫日本时代了后吼，高雄港就建设甲足好啊吼，是足好诶即个深水港吼。我定下讲，日本政府伫台湾差不多。国民党10大建设吼，就臭样诶。日本差不多可能有100大建设，可能阁毋啦吼。伫台湾啦吼，高雄港就是其中之吼。高山真高吼，悬约略是30个 radon， 这个是这个单位啥？即嘛思考下吼。rad 或者是 rod 是古早的长度单位，迄当阵可能是指阿姆斯特丹的 rod 单位，就是一 rod 差不多是3.68公尺吼，3公尺半较加一撮吼。所以伫遮讲迄高山啦吼，悬度差不多是30 rodon 吼。rodon 啊，所以咱掠3点六好啦吼，3.6，歹势吼，超100米啦吼，有遮悬哦，高山有遮悬哦。等下吼，我看一下地图者，因为我掠准讲高山是伫个旗顶北边迄角位啊尔嘛，伊嘛是安尼讲啊，所以迄啊敢遮悬，我来感觉无遮悬。
着，看着，高阳港，伫遮。安尼高山可能就是即马茶山啦，我认为啦，应该毋是旗顶北边即个，即只即马有一个灯塔，我毋知要安怎看查即个悬度。旗后山，旗后山，所以就是旗后山无毋对啊。好，就是你若对旗顶遐，或者是高雄港即只，你若有去中山大学个西仔湾遐啦，西仔湾伫个对面对岸迄个旗顶，就是伊拄好旗顶的上北边迄个点安尼。遐有一粒悬悬的迄个旗后山啦伊讲差不多100公尺，我感觉敢若无遮悬好 ，OK。伫个高山的北边，山顶有一片的平地，山顶一片平地长是13 road。等下我来看一下相片。刷来遮，希望看会到。遮拄即张相片拄好去查掉的。这西仔湾真怀念的所在。哎哟，真正真悬的哦！我即马看才发现，原来有遮悬的。印象中就是只大石头尔，结果阁毋若真正是一座山太久无去啊！好，转来伫遮你讲即到位啊地形啦咱继续看咧伊讲的这水道真划阔，这就是旗顶含即个含仔省即边啦旗顶含仔省即边的这水道应该是吧？应该是你讲即条水道啦即边是叫含仔省还是倒位啊？我嘛毋知即只，就是西仔湾啦应该搁西仔湾的南边遮中一个水道，较早伫遐看船驶来驶去伫遮无想讲较早即只其实无介方便伊鸟少太侪。好，讲山顶有一片平地，长是13 road 13 road 差不多40公尺啦宽是5 road， 就是17公尺伫遐起一个堡垒会当防守该水道的港外甲港内。即嘛遐有一个灯塔但是伫咧北方季节的时阵，就无法度保护迄2-3只50到60拉斯的快艇因为即时迄寡阵会停泊伫咧迄个高山的东南方一个较适当的山湾里山湾伫遐嘛会当嘛应该要起一个碉堡。如果伫咧该水道的北边嘛要起一个碉堡遐就爱有4-5罗顿平方的即个边塔的悬地，会当防有该水道的港外甲港内不过若要伫咧遮建造堡垒的构想被认为是无必要，是徒劳的徒劳啦是无必要啦，加了工的。虽然 Anthony Van Den Heuvel 这是啥物人？
这个人是，啥物人？敢若是一个议员啊吼。虽然这个人吼，万田修无，官长表演了真好笑的一种示范，讲迄个所在含迄个港湾比台湾搁较重要，因为遐无会当互大船靠岸停泊的所在，用4、5个人就会当确保上水的海湾吼。即个是先知啦吼，会知影讲即个讲遮尔重要，但是你当讲是感觉真好笑。后壁即句我看无吼，讲因为伫遐无会当互大船靠岸停泊的所在，用4、5个人就会当确保上水海湾。意思讲足好顾的啦吼，袂叫敌人占去吼，4、5个人就会当确保啊啦。因为无大船会当停伫遐。这怪怪啊！你哪有会当是好讲完吼？今仔日要暗啊，有一只便队船完全真意料之外来到港外，损害甲真厉害吼！所有的桅杆拢失去。阮咧摇讲，可能是对东京来 Reach 号吼，或者是对此地派去日本迄2只便队船当中的一只，就是 Heart 号吼。Valiant Heart 号，或者是 Dan Arthur 号吼，确实的情形爱听候阴暗派去遐的迄只小船转来，才会当知影。好，佮9:29，原来小可长一撮啦。早起迄只早暗派出港外的小船转来吼，上级商务员 Carol Hassink 和 Lamar 公船来上岸讲，因坐便队船 Reach 号对东京要前往日本，伫本国月13号透早的时阵，伫北纬27度，遭遇非常强大的东北风，搁落大雨吼。热带大雨啦吼，所以呢必须爱甲所有的篷拢降落来，互迄只船会当听天由命来飘航。伫迄个期间，风力愈来愈增强，因为船体水上部分拢已经满水了吼，所以决议讲，甲迄支桅杆吼，甲桅杆规支甲扑掉吼。因为桅杆徛起来变重嘛吼，扑掉就轻嘛吼。驾伊会当挽救该船，但是在得以执行该决议以前，风力又搁较强烈起来吼。强烈到讲到中昼的1点半前，所有的桅杆和船头的车尾。拢去互风吹转去啊吼，所以了到中昼的时阵，真忽然间风就拢停落来哦，迄个风台北个款吼。当然希望讲北风会当安尼着平来停煞，但是呢，透东南风去的风，伫咧1点半前后，比以前搁较强烈，对东北风吹过来吼。所以一定是拄啊好，风台北拄啊过吼。强烈到讲迄个袂当收拾的迄个大篷，对放落来所地着的所在，被吹甲变成破布，飞走去。无偌久以后，发现讲台舵嘛已经转去啊吼。远个转去吼，整个搁再来的暗暝拢咧扬水，今仔船会停去嘛？连扬水扬出去吼，就安尼漂流到15号的早起，停泊伫咧水深40寻吼，北纬26度40分的所在，天气开始
有较好落吼，嘛有西北北风。过长工就是本国月16号，再度往南航行。迄当阵用留落来篷布吼，做一片小篷，往东北东方前进，要继续前往日本。保持即个战路一直到18号，迄当阵所透起来东北风继续吹到本国月21号，因此看到无希望无法度航行到日本吼。而且船顶的人大部分拢已经破病，无法度好好来操作迄只船啊，所以就决议终止该航程，往南前来台湾。伫咧早暗，如上所述，来到台湾遮，万能的上帝遐尼奇妙来保守遮尼侪人，保守了公司的船甲货物，阮必须要相信伊，学落伊。好，以上是9月29，也是9月最后一天。10月，所以3经日要结束啊吼，过来到1640年啊吼，9月30号一直到10月1号、2号、3号，无值得记载的重要代志。即几天嘛无篷船或者是船只出入，对东京到位的即只便队船 Richard 号游园停泊伫咧港外，因为港道一直即个海涌真大吼，涌真大，无法度通入港。10月初4，一直留伫咧港外便队船 Richard 号今仔日来入港咯，来到即个城堡头前来停泊。满载着65000军东京的青丝16000军，16000匹的北卷北卷吼，这毋知啥物件，即种卷吼。北平迄个北吼，3658匹的苏蒙吉，这毋知啥物件，我讲下底有注脚。苏蒙吉当时东京的一种丝质布料，名称不详。1600匹的镜铃，1300匹的马 ，BAA 啦，这是啥物件？1600匹的蕉佫是啥？讲马、蕉拢是纺织品，名称不详。5000斤的石刀是啥？伫原文在此原文有解释讲是丝的粗制品。伫咧下面10月初6条的原文解释是迄个牛仔吼，牛仔的壳仔，牛仔砍壳仔嘛吼。看壳啊，节俭吼，产碱啦吼，阮叫做壳啊，牛壳啊的外顶吼，叫做丝刀，可能是指壳啊外顶的丝，伊的品质比内顶的即个丝较粗的意思吼。丝刀可能是丝头的迄个闽南音啦吼，丝头。好，转来第二只5000斤的丝头，就是丝的粗制品以及其他的细项物件。伫咧东京总价值31万毫吨。上列的货物当中有一批货，因为遭遇风雨的天气来压淡受损害去吼。即寡货物上岸以后，会当要爱甲套动来甲拍互干，以后着爱好好收藏伫咧仓库里，一直到明年由第一帮船只运往日本。10月初5，弥多宝桥对望港载石号来到遮咯。10月初6。张瓜万德国下和德塞国下由一队70个士兵护卫前往新港、萧南、目加利湾、麻豆，要去视察即寡所在，并且要去望港视察李新根碉堡。有一个希腊人叫做新欧，是基哥的仆人，前来台湾讲。
伊伫咧2个月又过20工前，坐一只篷船对广南出航，打算要坐船前往日本。但是呢，去到高丽附近的时阵，遭遇到暴风，因此伫咧24工前，经过1天的航程，来到马吉林的北边靠浅。马吉林无讲啥物所在。上述篷船载有62个新仔人和5个高级人交织。其中有32个人被当地居民杀死。迄只篷船载有400担的护照，是伫咧广南以每一担5两银半所收买的。因为今年无生仔人的篷船去遐，400斤各种类的沉香木，200斤的加罗，600担的乌糖，每一担银是9钱5分；2担广南的丝，每一担银是130到135两。40担丝头就是迄个，拄仔讲壳仔的外顶娘仔的壳仔的外顶，一批摇鱼皮以及一寡坎布利亚鹿皮。又搁讲有3只篷船对广南航往日本，大部分拢载糖，此外就载有微量的丝。含较侪其他的细项物件，因为娘仔丝一年减少咯。我来查一下产检，即个检字，空字白面来读。读做检，或者是检，检还是检？产检、产检、产检，工字顶有安尼收娘仔检，我拄则讲娘仔阮较早讲壳啊，当然迄是阮迄边人都安尼讲娘仔所吐出的丝叫做检。娘仔壳，娘仔壳即个壳，就是毋是，就是阮所讲的壳意思。工字顶是安尼解释检即个音的后壁的背离个解释是写讲娘仔壳，是无资格无资格通检、传检、检潮、检筹啦传检筹检也是检我看一下代理店呢，代理店安怎写？代理店有收检哩检潮、检筹检产检检仔、收检、经检、检潮。OK， 好，来，咱继续看日子，10月初7。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一只前往烈士载有罗丁27个人，一只前往厦门载有30个人，无载物件。10月初8，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沿海，载8个人，载罗丁。10月初9。无重要的事，10月初10。10月10号，牧师 Gerardo Levy 团工
上帝话语的使者安歇主怀咯。Gerardo Levy， 等下我来献一下我这本书后壁附录一寡牧师的日记，甲迄个1639年1639年 Gerardus Luvius， 我毋知影这是拼写完全无共。拄则迄个行为不检点去用停薪水，迄个叫啥名袂记啊？好，继续看来。好，今仔日一位牧师过身啊吼，10月11号。张歌曼特国下和特赛库库巴克转来台湾，有2个士兵名叫做康伯无写出来，留伫遐。因伫咧小人附近的路上，因为日头强烈的日头伤炎嘛吼，所以破病，可能是着沙啦吼。看到异教徒宣教的工作伫咧新港、马加利湾、小人和麻豆。拢情况良好，也去视察了芒港的利辛根即个碉堡，看到迄个状况真恶劣，所以劝阁下无必要阁开钱去进行该工程。迄种为着维护该碉堡伫整个南方季节拢爱动工的工程，应该爱放弃啊！所以即个利辛根就是进行讲，讲起了偌久就害去啊！吼。因为已经有数次因为强烈的海涌冲击，伫1点半钟内，就又阁被冲走吼。而为即个工程，一个月爱开遮尔侪工资，因此呢，就任由伊发展啦吼。随在伊去啊吼，期待将会有真好的结果吼。所以即个李信根拄起好无久就放弃啊，因为影势太大，特别冲就冲害去吼。10月12，快艇历史号对芒港载石好转来吼。今仔日嘛有一只帆船对下淡水来到遮，载有11个人，80个茶帮，80块茶帮。相对呢，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安海，载8个人，载有咸鱼。10月13，无重要的事。10月14。有2只帆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就是一只前往厦门载27个人，载有微量的螺锭；一只空船前往海城载有12个人。10月15，有一只帆船对福州来到遮，载有25个人，载有木料、有条仔嘛有茶帮吼。也有一只帆船对下淡水来到遮。载有13个人，载好查好。今仔日快艇 Water Luxembourg 号出航前往芒港，要去遐载石好。10月18，就是16、17、18 3天无重要的事。10月19，快艇历史号对芒港载来的即个石好落好势了后。今仔日出航前往艾米利亚号的即个残骸遐，要去甲抢救出来大炮和小炮，总共28门吼，载运转来厝地。哇！所以即只船足大只吼，历史号。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打狗，要去载运石好，也有一只是对遐载石好转来吼。10月20。快艇 Clean Bradham 号和帆船 Middle Birch 号对芒港载石好转来。10月20。
12有一只胖船对列斯来到遮，载有60个人，220包米。12议会开会讨论是毋是应该派快艇 Clean Brandon 号和 Walter Rosenwolf 号去东京航道巡捕葡萄牙的大胖船，或者是对澳门航往东京的胖船吼，因为此地真需要这2只快艇，所以决议要中止这项派遣。等到对巴达米亚有细只船到的时阵，再过来派遣较适当吼。13快艇 Clean Brandon 号出航前往澎湖，要去澎湖载石头运去芒港。3队呢快艇 Walter Rosenwolf 号也对遐转来港内。该船为了要载运石好，伫本个月15号出航前往芒港，今仔日满载着石好转来。24看一下笔记有做无？发生啥物代志？哦，伫遮找无我家己的房间。笔记无讲介侪条。法官，你来出去啊！你即摆无声哦，CH 这边无声，YT 遐有声。好。好，毋知好，歹势，我毋知为虾米吼。我咧看笔记啦吼。剩4分钟。24胖船米罗伯号出航要去芒港载石好，然后要尽量较紧转来厝地吼。咱先读到遮，我看觅。好。我看后手这几工有足内容有介做无？无介做，甲读过，再个甲牵照起来。25快艇历史号对艾美利亚号的残骸运28门炮转来港内。该快艇是为着即个目的，伫本个月19号出航前往遐的吼。26有一只胖船航往厦门，载有30个人，无载好门出去。今仔日西南人翻译员叫做蒋控对芒港前来讲，华府人毋若对伫因遐的野地拍拉的西南人提走啥？提走许可证吼，即个许可证是莫斯周尼尔斯发行，互迄寡西南人拍拉的许可证吼。结果去互华府人抢走，又搁再一次真坏爸爸吼，西南人射箭，射伤几个人。华府人真假吼。12月27日8日到3则无重要事。12月最后一天。快艇 Walter Rosenwolf 号出航前往芒港，要送庄仔去遐，并且要对遐载石好转来。有4只胖船对几啊所在到，一只对淡水来载12个人载茶好，2只对打狗来载石好载罗丁，总共载20个人。一只是对福州来载16个人，载800个小管啊，15担的盐和一寡木料。好，再个读煞，咱读到遮。1639年。看觅笔记。蛤蟆星吼，蛤蟆星是对日本来的啦。蛤蟆就约克蛤蟆迄个蛤蟆嘛。星是线，蛤蟆线啊，其实是蛤蟆线吼。蛤蟆线就是滨海线，就是较早迄下敢若有一支铁
有一条铁路嘛吼，可能5分车路啦吼，叫做蛤蟆线吼。啊，即嘛日语全做即嘛台语都安尼讲蛤蟆线，是毋是线我毋知影吼，但是蛤蟆是绝对是安尼好，过来是剑吼，剑吼，牛仔剑，牛仔讲叫做壳吼。旗后山伫咧高雄市旗顶北边吼，长差不多200公尺，悬度50公尺，所以伊所写迄个长度、悬度啦吼，嘛有可能伊迄个单位。迄个写毋对啦吼，伊单位写讲迄个单位是3公尺半，3尺半无定吼，我哩有吼，所以悬度是50公尺尔吼，无到100啦，100好悬的吼，含寿山相对，寿山就茶山吼，含茶山相对，算拄两道山，两粒山头拄好夹一个即个高雄港的即个出港口遐吼。山顶有起旗后炮台甲旗后灯塔，旗后是地形，敢若三角旗的后面啦吼。三角旗的终点是中洲吼，旗后山甲茶山、半屏山等等高雄市境内山峦。拢是石河岩吼，石灰岩吼，所以为什么去遐载石河？可能是安尼吼。OK， 照即嘛已经有迄个结文到遐吼，写啊网站我捌做过吼。好。遐是足水的所在吼。你尤其是你若有去到遐吼，你一定爱去山顶。毋是即个旗后山吼，是茶山即边吼。山顶山峦遐有伊迄个英国的领事馆，会当看规个即个高雄港，哇，非常的壮观，非常的水吼，真水。我第一道爬起时，哇，真正是真。惊喜吼，好，10:31，今仔日读到遮吼。好，咱多谢阿仔。咱来关房吼。好，多谢大家。